我哋喺一個困難嘅裏面放翻個場景就係職場咯。我哋點樣去調整自己心態，去有一個活潑嘅盼望 （living hope），去期待睇到主彰顯佢自己，好事嚟嘅。即係如果你喺公司咧經歷到上帝，去準備自己，讓人喺頭先我哋講咗準備啲乜？準備好自己，讓人喺你身上睇到上帝。哇！即刻好似難度高咗1倍咁樣，或者數倍。即係準備好，即係返工嘅所有嘢唔係太困難。如果你要準備好自己，讓人從你嘅言行、你個人睇到上帝，其實就係一個嘅好大嘅挑戰。諗一諗，我哋點樣去準備自己嘅心，去又能夠頭腦清醒，去做一啲正確嘅決定同埋判斷，去做一個人，又或者基督徒應該要做嘅事。唔好即係好似最近呢2日我哋睇新聞都睇到好猛憎，即係唔好個阿頭叫你去訂就訂，明知嗰啲嘢唔合規格，你都係大石砸死蟹，上面叫落嚟，我就算有判斷，但係我都要跟住去做。有時我哋返工就係喺呢種處境，好困難。